就来看这件，是有民众坐无人机的时阵，伫个基隆的外海发现一只阿强啊的大型的丁六舰。讲这只军舰过去敢若出现伫个花莲台东的外海，即个竟然是出现伫个基隆，而且已经跨过台海的中线，离台湾本岛只50-60海里。海军司令部的参谋长柯俊彦讲，拢伫个掌握的范围内。大只军舰出现伫咧基隆外海，民众伫咧飞龙机顶看到这个画面随翕落来。前空军航校学务长林玉峰讲，这只竟然是共军的空72A 大只战车丁六舰。072A 大型战车丁六舰排水量13700吨，长宽分别达到350升50公尺，配备大炮含4只丁六群，主要任务是丁六作战含运送物资。若比对当时坐标位置，这只丁六舰已经下过台海中线，离咱台湾本岛陆地敢若差不多50-60海里。林玉峰烦恼敢是中共伫咧为联合丁六做模拟演练，过程内底嘛无看到海军军舰跟踪。那我们也密切掌握它的动态，不管它是实施了有关相关海域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侦查。航道熟悉，或是有没有协同其他兵力来做一个协同，那这个都在我们一个侦搜掌握的范围，并适切的应处。专家嘛讲，中共大型丁六舰驶伫咧台湾边啊，唔是头一摆。为了准则兵力，依照国际惯例，通常采取反距离的监控。那只有在靠近台湾的临界区24海里的时候，或者是说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就是大型的编组的船队，国军就会派遣这个线上的船舰。进行近距离的监控，避免被中共也采取这种消耗战术。另外一方面，国军汉光41号实兵演习，卖整合城镇轮性演习，伫咧7月7号到10月正式上场。国军将运用本次演习所获得经验，持续落实组织编装的革新、武器装备的筹获与各项备战准备工作，提升防卫作战的成功公算。以实际的行动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及能力。除了训练军人备战，国防部整合全民演习，也加强民众面对紧急事件的应变能力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